好了。还有人呢？我刚刚路过幽兰殿，发现幽兰殿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说是太皇太后知道了幽兰殿的事儿，震怒，已经吩咐嬷嬷带着药去了。什么药啊？那种药，落胎的。你不早说！娘娘，注意姨太呀！哎呀，不要啊！你喝了？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啊？你再等哥一会儿，哥不就来救你了？你救我？哎呀，我不救你谁救你啊？哎呦，这都憔悴成什么样了？乖，想哭就哭吧，哥是你可以依靠的肩膀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妹妹，我当然是关心你啊。这种事情我不是没遇到过。哎，我知道，刚掉了孩子的女人最需要的就是关心和照顾。来吧，给一个爱的抱抱。你别再这么假惺惺的了，这没有外人，你装给谁看？我告诉你也无妨，这药我喝与不喝都没什么两样。什么没两样？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，但孩子没了，我可是最伤心的人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怀孕，这只不过是我挽留皇上走得一步棋而已。你说什么？你没怀孕？那幅画像的事，本是我想陷害姐姐，即便陷害不成功，我笃定依照姐姐的性格，定会置我于死地。这样一来，皇上就会站在我这一边。说你傻，你还真的傻。我关心你都来不及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正是你这种假情假意，害得我走到如此地步。想不到你对我百般热情和嘘寒问暖，反而让皇上高看你一眼。我现在已经是无计可施了。你无计可施？你这一假怀孕，我比你更无计可施了。行了行了，别哭了。齐胜不还老来你这儿吗？以后把握机会就是了。我好心劝你啊，男人都是自由的鸟，最烦被束缚。如果你想和你的圣上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方式了。